都来上，你行到转你行慢慢行。转地啊，着对上厝出声，着欢欢喜。
请兄弟大家平安。啊，真欢喜看到大家搁做自由集来到遮。三甲来礼拜，咱今仔有看到咱敬听的陈牧师，今仔日中间伊要代表同学会来请咱报告。咱等下会当向伊做一寡交易。哦，这个我看到牧师啊。好，咱这个礼拜开始，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天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寒冷的早起时，阮热心来到教会来了解你，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只是甲阮同在，互阮今仔日礼拜透过讲道、透过吟诗、透过读经来甲你相拄。求主你帮助阮，也帮助规个礼拜天事拢平安顺利。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嘿，1、2、3。好，安尼有声吼？有，感谢主。好，咱掀开咱今仔日的周报吼，咱有3首的诗歌。第一首，咱伫咧要听候上帝的话的时阵，咱有一首的圣诗是301首，301首万人而乐耶稣尊名，万人而乐耶稣尊名。大家吼，先听我讲一下吼。到万人而乐耶稣尊名，天使为雷拍败，天使为雷拍败，风险免让一节出声。感谢咱迄个 PPT 的同工，所以出声才爱会记，爱会记救过啊吼。过来，请问咱要唱迄个青色的，还是空色的，还是咖啡色的？要唱到第一步伫倒 ？Soprano 伫倒？你要唱 Soprano alto 的嘛会使啦吼，你要唱迄个 Soprano 大的拢会使啦吼。但是原则上，咱是唱青色的，咱是唱青色的，原顶的哦，青色的，绿色的啦吼，绿色的，咱是唱绿色的。其他遐要谁唱？今仔日吼，高手在民间，今仔诗班。咱的3个队，今仔日是马纳县诗嘛吼，所以咱的诗班吼是遍布在各个位旁边，所以待会哈那个3个队里面哈，唱 alto 你就唱 alto， 好，然后唱那个 tenor 的 bass 的，个人哈各从其类，哈，个人就唱个人应该唱的迄部，咱这是一首俄乐，俄乐上帝歌，互你有这首歌。第一届出世的时阵，伫个第几世纪？无你要看伊离即马偌济年啊？用摇的啊，也无讲摇出来拢对啊。摇一个数字，摇看嘛，10，哦，这甲我同款吼。我几岁？10，我嘛唔知啦，18岁啦吼，还是几岁10？回伫就是18世纪的事，吼，甲我年纪同款啦哈，18世纪的事吼，伊是18世纪到即摆是正确是1776年就开始有这首歌，吼，这首歌后壁咧俄乐遐吼，原文伊的意思是讲。要改地免流，咱迄个以色列人咧封的时阵，是不是头壳地一个皇冠有无？英国那个现在的查什，怎么是查什么？嘿，王子被登基的时候，变国王登基，也会戴一个那个皇冠，其实是戴上冠冕的意思，甲伊的帽仔戴起的意思。但是因为迄字无法度翻做台语，然后台伤侪字啦。所以台语就用俄乐来代表，俄乐来代表。后来咱今晚为他来唱一摆啊，哈，拜托诗班大家合作，我们就不练你们的哈，但是请唱，让他唱起来有俄乐的感觉哦。挑战来了哦。
使去看俄罗曼主的主是无公布的时候，应该讲拜托上一页，应该讲你会看迄青色的遐吼，拜托 PPT 回上一页，感谢你，你有看来落雨，遮吼啊先竖一下开的，吼啊万一开无够长无要紧，中间会使偷喘开一下。吼，无会揪无到遐吼，啊，所以你看迄个牵一条的，爱甲声牵过安尼好无？吼，咱拄则拢总有几步，啊，毋知几步啊，有伫就是咧学落就对吼。咱看咱过来会当有几步，来位头开始。歌，吼，即个作词是即个作词是一个英国人，吼，啊，过来迄个作曲是一个法国人，吼，所以英法联军，吼，英法联合，所以咱看即个是咱要强守上帝的话的诗，会无？看卖哦，咱伫个恭行上帝的话是咧唱的诗歌，吼，来，咱这咱们来写歌，咱唱第一节就好，预备。 哪唱毋知大家感觉哪咧唱咧？伫个摇篮哦，这本来是一首摇篮曲，哈，是因为爸爸妈妈作词的人是一个妈妈，因为是当时因结婚足久的拢无生囝，好不容易生一个，结果有一届竟然去看囡仔时，发现因便当喘气，踹一个，讲喘气袂使便当吼，家仔有甲救倒来，所以。 真感谢主，所以希望上帝
逐时逐刻拢会当真侪即个囡仔的帮衬甲祝福，所以舞啊就变做一首祝福的诗歌。我足爱唱即一首歌吼，来，咱做伙来唱一届。咧唱到尾的是咱伫礼拜咧唱的是爱反复唱一摆，吼，就总共唱2摆就对。咱即马咧领唱的时阵，咱唱一摆就好。咱为前奏来。你困伫主耶稣的迄个怀抱内底，伫主耶稣的怀抱内底哦。愿主眼光遍照你永驻，必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希望咱会当拢规工拢困伫咧上帝保守伫主耶稣的怀抱内底，以上。今仔日是来港祭祀的第3主日。今仔日要点的是第3件的蜡烛，是代表宣告甲喜乐，请大家未慢心来听候咱的救主为咱降生。全地啊，着对上主出声，着欢欢喜喜来到上帝面前，着唱乌鲁的诗歌来敬拜上帝，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养的羊群。这时，请咱来唱新圣诗301首。万人学路耶稣尊名。
万人学老耶稣尊名，天使为驴拍败，天使为驴拍败，奉献免流，一切出声，来学老伊，学老万主的主，请大家起立，应转手。请坐。这是咱用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主导文来祈祷。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日试，求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信息的后面，启应文62篇。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客，请大家来用。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加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成绩，好害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
恁着有基督耶稣的生殖。伊反转壁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这时，请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为阮降生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伫这个混乱无平安的世界，主你用肉体降生伫阮的中间，为阮带来内心真实的平安。主啊，教会伫这几个礼拜的大讲节期中，准备了侪侪活动，为着是要互正信徒准备好阮的心。搁一摆会迎接你的降生，伫这充满欢喜的日子，阮也要努力的向世间人宣告你的降生。若是为着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搁较是为着迄个还未明白明白你的人，主求你赐智慧甲耐心，互阮伫这个过程中，会当伫正人中有好的影响力，应对你遐来的平安感动这个社区，将这份喜乐带到需要你的人的面前。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伫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到18节，还有民数记8章23到26节。提摩太前书5章17节，交伫你教会长老，着加倍尊敬伊，遐会着满伫讲道理，甲教示的。搁较着安尼，因为圣经讲，五谷的牛无得人伊的喙，搁做工的牵着受伊的工钱。民数记8章23到26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论利未人是安尼，对25岁以上，因着来会幕。做册用，到50岁就停工，无搁做册用。多多着伫会幕，甲因的兄弟3甲4后，守所交代的，无搁做工。论到所交代利未人的，你着对伊安尼行。这时，请玛纳团契甲社青团契献诗。因要献诗是奇妙恩典，好定甘甜。
这时请陈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敬重传道人。大家平安。定心徛伫遮过超过10年啊吼。退休10年较加啊吼。真欢喜啦，有机会我会来，实在是我嘛一直甲柯牧师提啦。伊半年前较加，就甲我讲牧师啊，12月第3礼拜吼，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毋望你会来文山。我讲莫啦，我都遐久无来啊吼。我未退休以前就甲咱讲吼，讲退休了我是袂使来的吼。这当然有伊的原因啦吼。迄个咱教会是无，咱是用家己互相鼓励啦。讲退休的人吼，莫阁倒转去原来的教会啦，莫去影响着过来的牧者的牧养。在我有先甲咱讲，每一个牧师拢无相像哈，个性、处理的方法，各方面拢无相像。恁一定要甲新的牧者相甲配合，所以我尽量无来。大家拢足好的朋友啦吼，有当时要啉茶、要做阵食饭，拢会使，拢无要紧吼。上好教会所发生的代志吼，莫一直甲我讲，我嘛讲明的吼，恁要讲吼，我无法度动啦吼，不过爱歹势恁若讲我拢无回应的歹势过足久啦吼，其实我退休了后吼，应该退休了后拄好过1个月。有一个文乐会长老就来礼拜煞找我坐啦吼。因为都本来就熟悉就伫楼骹遐坐吼。讲话尼讲，你退休嘛来阮遐讲道一下尼。我讲我退休我就是要休困啊。伊讲安尼啦，3、5日来就好啊。我讲好啦。毋过我真也袂使离开，爱等甲阮聘好的牧师来，我才会当离开。虽然我拢无讲道、无插代志、无开会吼，毋过总是讲爱我换那留地安尼，大家较安心安尼吼，等甲新的牧师来。伊讲安尼好安尼，1个月来1摆会使无？伊先讲1摆来会使无？我讲会使，会使吼。安尼逐个月来1摆好无？我讲好啦，那1个月1摆也阁会使。到过当年的，我8月退休，伊10月头1礼拜来。过当年的3月，我头1摆去讲道，讲道煞第3天，迄个长老过来阮兜找我，牧师啊，讲道了吼，阮讲决定要聘你啦。我讲开玩笑，世间有安尼。其实迄个10月来找我的时吼，咱的荣誉吼，长老伊就，我就讲伊毋知安怎看，伊讲牧师啊，敢若要找你去因教会哦。我讲不迄个管，伊本来就熟悉的，逐个来坐坐咧尔。我拄头嘛无爱去啦我嘛甲伊拒绝，拒绝伊就。袂成就2、3天来1摆，无就叫我去因兜啉咖啡安尼吼。我拢一直甲提，提甲无路啊。讲恁遮足歹停车，像阮文山共款，拢边仔就是市场。若到礼拜日闹热市安尼吼，连一个停车位都无。讲牧师简单，阮随甲你找。伊当阵入到3月底啊啦，4月头1礼拜过去吼，
礼拜煞一个长老，牧师啊，这车位，我带你来安怎停车？我讲嗨，啊我也未答应呢。哦，啊恁敢若硬爱安尼吼？伊讲啊，阮就是做生意啦。啊，后来我想想的吼，我老实讲啦，3月到4月这个中间吼，逐礼拜我都困觉啦。哦，我袂使转来文山啊，啊，附近的长老教会啊，拢熟悉啊。哦，啊，熟悉毋是讲毋好啦，我去，啊，若了解的就好，啊，若无了解的讲，啊，但牧师是退休，是甲文山从了无好势是无？啊，无咱来阮遮礼拜，啊嘛足困扰的，哦，啊一摆去深坑啊，啊咱深坑啊迄个伫巷仔的内底安尼吼，一摆佫找无，找到对时间到啊，啊无外口牌凊彩一间去礼拜，哦，去礼拜佫碰着咱的熟悉的，哦，迄个永妮。查某囝，大查某囝，吼，啊嘛真困扰，啊逐礼拜都点啊想外教派，啊我长老教会退休，啊去外教派礼拜啊嘛怪怪，哦，到尾想想讲，好啦，规气答应咧，恁都遐生意，规气答应我就免转去文山啊，吼，所以就安尼去，哦，文乐会啦，吼。因有甲我讲要几年，我讲1年。哦，是安怎讲1年？我讲啊，无得啊，恁1年了后吼，无啥介意啊吼。啊，是1年了后，我想讲无爱啊，啊，逐个足方便的。吼，啊，叫因都爱找传道者，啊，结果4年较加一时啊，有找着一个吼。啊，这是迄款的啦吼。我要讲的是，我伫文山伫要到42年吼，41年我伫要到42年。我要讲先讲结论啦，哦，有得到咱的疼惜，得到咱的好款待。啊，我期待咱即款的，咱嘛来好款待咱的牧者，哦，讲迄个熬治理吼，熬管理的长老，咱就加倍敬重啊。假使咱传福音伫咱的中间呢，咱更加搁较着爱敬重伊。我40几年久有得到咱的敬重，得到咱的疼惜。啊，我分享即段的经历啦吼，我伫退休10年较加啊吼，所以来讲无要紧啦吼，拢过去的历史啊吼，啊可能有好有歹的吼，我拢会讲吼。老实讲，我来是。互人硬派来的啦，哦，讲要派我来遮，我实在是无爱，是安怎无爱？因为咱哦出名太出名咧，玩偌久，玩足侪年，玩袂煞，玩到分2间，哦，咱遮一间木沙教会隔壁，拄好咱的市场门口遐，即摆迄栋大楼分做一间新兴。啊，我来的时，拄则5、6年左右的款，我毋知啦吼，差不多5、6年左右，才勉强夹做阵，啊，所以才叫做文山，哦。别人甲我问讲，啊，文山这对，是毋是新店呀？哦，有影大家拢毋知，啊，毋过有阵时人会歹意吼，因为夹做转来的人讲，啊，阮若阁继续叫目沙，安尼阮毋着互恁吞去。啊，所以就爱改名，改做文山。人可能无拄拄遐好意，啊，今仔日咱号文山足对呢。哦，文山行政中心文山区，哦，啊，咱号文山上界好诶，哦。我讲我要来的时，我是无爱来，哦。我甲传道部讲，啊，你才派我去一间新的教会，才2、3个月尔，就要甲我改派。哦，传道上无嘛爱派1年，哦，是因为咱70几年，
才聘到一个头一任的牧师，伫咱遮放牧，伊传道来，伫咱遮放牧，放牧了1年，讲想要去美国读册，要请假，安尼又搁完袂煞，有个人讲，牧师要去进修就真好啊，人伊请假，牧师娘甲囡仔嘛拢继续住咱的牧师馆啊，准伊请假。另外一边的人讲，袂使啦，即摆去美国出国的人拢嘛无爱转来啊，所以伊一定爱死，就又搁完袂煞，完袂煞，到尾迄牧师就爱死，所以拄好咱遮的迄个议长，中华派的议长，伊也是传道部长。迄当阵我毋知影伊是咱遮的议长，伊就讲甲你派去文山啦，遐偌好拄偌好。我心内咧想讲偌好，就烧济人去啊，就袂无找无牧师啊吼。70几年才好不容易逢一个牧师，住1年较加，就离开啊。所以我是一直无爱来，我袂使啦，我还袂1年吼。搁我这是机会呢，淡水的机会呢，你哪会使随便甲我改派？因为咱的中间有安尼，我1973年的正月初，共款传道部硬甲我派来遮，正月初伊报道，3月中选中级，一半的中级无连任啦。咱就知影讲迄个中间的问题吼，所以我讲，若是我境，我无要来文山，毋过无拍算，互人派来煞当然带甲退休，真感谢咱的听笑啦吼。当然，这个中间有侪的经历啦吼。我老实讲啦，我无爱来，无爱来，搁住40几年嘛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啦吼！我来3月中选中一半的人无当选，我8月开始讲我会当互人放牧中级就讲传道你阮伫遮甲你放牧好无？我嘛毋敢讲毋好，因为我知影，我若讲毋好，大概又搁完袂煞。两边的人就点仔互相猜疑啊。现任的无得就想讲，拢嘛恁遐个无选着遐，所以牧师无爱带。迄个无选着的可能会讲，就是恁即摆现任的中级无听牧师，所以牧师要走。我老实讲啦。我甲因讲的时我讲好啦，恁若有迄个意思大家才来讲啦。迄个中间有一间教会的小会议长带因的大议长老亲自来甲我拜访，讲陈传道来阮遐，我甲你放牧啦。我讲我袂使离开。我离开对即间教会无好，迄个牧师嘛是我的学长啦。我坦白甲你讲，你毋通呢，爱3/4以上的人同意，你才会当做牧师呢。迄当阵较严啦，2/3的出席，4/3的人同意。恁总所有的会员当时30几个，恁规间教会的会员才30几个尔，买2/4足简单的呢，6、7个你就袂过啊呢。你头一任头一摆互选牧师，就无通过，对你的名你的名声是一个足大的污点呢。毋过我坦白甲伊讲，毋过我敢若袂使离开，我离开对教会无好。
其实即间教会无偌好啦，吼，我来的是真坦白讲啦，我来头一年我有甲伊做统计，年度礼拜出席的平均数42名，啊42名，咱会感觉讲嘛袂少呢，啊袂少吼，正大学生几个，得要到20个。所以其实真正咱的会友内底拜才20几个尔，啊，即款的教会有啥物哦？啊，毋过我感觉讲我袂使离开，我离开因果会完袂煞。啊我来了后，我有感觉讲，逐个开会都哦，咱迄当阵有学生宿舍住6位，啊，学生的宿舍甲我的宿舍甲迄个册房隔壁都是一间细间的会议室。啊，这学生拢足了解讲，即摆恁开中执会，阁有当时啊开甲笑嗨嗨。啊开中执会，敢有啥物通伊看啊？伊讲牧师啊，你毋知诶，以前开中执会有当时啊大细声，转去倒下哦。有影，互因无冤家的机会啊，慢慢大家就感觉，东港阁大家真趣味啊，哦。啊，其实我来，我要老实讲，教会无偌舒适啦，哦，宿舍足久拄好伫咱即个所在，哦，我住喺宿舍，迄个册房是壁是土甲的。当然有瓦壁啦，吼，所以看袂到土啦，吼，不过是土甲的，哦，啊砖仔迄拢家己起的，吼，门阁小可斜斜，搁较过分的是，我的房间吼，我的房间迄个隔间一堵墙是房仔隔，啊房仔阁毋是足大片的，无偌大片，无偌扁。啊，边做阵的，阁有迄个窗对外面看会到的，所以我拢毋敢踮我的房间，我拢踮册房。到真正要困的时，才入去房间困。因为入去房间，你就一定爱点火，啊点火外面看到，足清楚的咧。我要甲恁讲，我住6年外啦。其中1年是伫英国，啊若无是7年外，哦，我到1977去英国进修，我到80年结婚的时，才搬伫即个所在离开。啊，我去英国77年去，78年转来，啊79年我会订婚。啊！我转来时，中集讲，咱咧存20几万吼，这钱莫去互变补去，啊，咱来买一间宿舍，啊，无咱这牧师馆安尼吼，遮尔无好。搁较要紧的，搁较一项较严重的是，牧师馆的地板比外面的涂骹较低，所以我逐年定定都咧涂骹咧出汗啦。啊出汗有影响无？有。我到尾我变皮肤病，迄皮肤病无啥物大重要，毋过有当时会痒，拢无各样，啊有当时会痒，有会痒的时，毋拄好去甲绕，你若两绕，就两痕红红，搁小可肿起来，啊搁继续痒，所以。我拢讲啊，我这皮肤袂毛袂体哩，到尾严重就是严重到安尼，啊搁中年，规年冬天是鼻塞的，有影？即款的所在，毋过我感觉讲我袂使离开，我嘛要迅速甲恁讲，我头一任访牧的时，中集甲我讲啥物？牧师啊，阮的舍礼吼。无够呢，中会规定4000块，我讲恁会当出偌济？
3500，我讲不要紧，你登记共款登记4000，另外登记一个有志感谢奉献500，我讲安尼，咱的小中华若看的时都无问题。若无你睇中华规定上介低的社礼是4000，恁来付3500，这是我初来的时。不过我有愿要感谢啦我订婚，结婚，拄好买新的迄个牧师馆。因就讲安尼牧师去带牧师馆，今仔日个靠近远光这个所在，事实我嘛要感谢啦。特别我去英国迄年，我有讲我的前任啦拄则离开，伊离开较无一年，我来，我就知影，伊离开，讲伊爱辞职。我这单身一个要未结婚呢，我来几年了后其实我来访问的第2年，我就抢到迄个奖学金啦。毋过英国都毋知是安怎讲东讲西就延到4年过才去1977才去。我去的时我就讲拄好第2任拄则上任。过无偌久，我讲我有得到奖学金要去英国进修，我要请假会使无？因讲会啊，我就甲因感谢，因就家己讲，牧师请假安尼，咱嘛爱互伊谢礼呢。我讲免啦，因为头一个迄落都创甲足无爽快，这个就。辞职个，着我我人无伫咧，佫无结婚，我讲毋免啦，我也无结婚，也无家庭安尼因讲袂使，安尼无一半，我心内足感激啦有影，嘛有迄个辛苦的所在，嘛有迄个甘甜的所在，我一直受好的照顾，我买新厝住即个。木新路较我远光这个所在伫遐住17年，住17年。后来起即间起好，我嘛住新厝，拢住新厝，伫遮住17年较加，所以我虽然安尼6年外住迄安尼足无好的所在，毋过我34年。较加就是拢住新厝，所以我要真感谢，一直到我退休，我拢得到咱的疼惜，得到迄款的，我要甲咱大家深深感谢。不过我要甲咱讲，退休的牧师无拄亲像我遮好命，退休的牧师有当时过甲真辛苦，特别原住民的教会。因咧有诶，若阁身躯无好势，子孙若阁无拄好咧，实在是足辛苦。我有做过9年诶，即个传福会诶，即个主席主委。其实我拄接诶时就足侪人包括传福会即个委员一直讲，咱诶迄个。钱额拄头伤乐观，因为拢无什款的开销，钱一直入来安尼讲安尼一直提升，对3000到尾3000、5000到尾加到1万，我接任的时就讲，咱爱共，就无到尾无够，请竞选的人来算嘛是安尼，不过我甲因讲，早期的退休的牧师，咱来考量，早期退休的牧师连劳保嘛无，咱的国民年金嘛无，
哦，迄个人靠这10000块咧生活的呢，哦，所以我一再坚持讲，的确袂使降，哦，除了讲这较早期退休的人过了啊，哦，有影我落台了后吼，我2013年，我落任年年降，降到即摆夫妇伫咧剩5000块，吼，但是呢，剩3500，哦，一个月，哦，当然对现代退休的人，大概拢无问题啦，因为即摆大家哦，不管啥物拢嘛有，上无嘛有劳保，嘛有国民年金，哦，即个特别若对教会牧师娘，我毋知咱的牧师娘，咱有甲投劳保无？哦，应该嘛爱，哦，伊若有就职，当然伊就职的所在投保，若无就职，咱应该爱甲伊投，哦。牧师娘嘛替咱做真济工呢，吼！毋茫咱伫即个退休牧者的纪念日的时，咱三甲伫遐来关心遮个，吼！其实咱有诶拄头有诶长辈嘛，安尼足袂了解。咱一年，阮教会拢交2个月呢。我讲1个月是牧师的离职金哈，哦，迄是牧师退休。哦，避免大家搁点冤来冤去，冤讲要互伊离职金无，哦，所以规去交去总会，总会替咱存，搁挂利息，伫牧师退休的时，即笔钱互伊，哦，大家拢免点钱来钱去，冤来冤去，哦，另外1个月爱照顾现职的牧师，包括退休的牧师，哦，现职的牧师有当时咱讲，伊太有需要照顾，现职的牧师，咱毋是亲像公务人员呢？公务人员讲，我一块你创了无好势，我甲你调去别位就好啊。牧师爱家己找呢，无一定找有咧。哦，有个人2、3年了后才找着教会咧。哦，迄个中间要安怎？哦，咱嘛需要伫遐来家己关心。忽然间拄着变故的，伊个牧师娘甲囡仔要安怎？咱嘛是需要照顾，哦，所以咱三甲伫遐来体谅遮个，三甲关心即款的工作。可能咱过去的中间咱无啥会知，因为我做9年的主委，哦，所以互咱小可了解。咱伫即个奉献主日的时，亲像恁听我的样式。来三甲听，三甲关心遮个退休的人。我做9年的主委，伫咱教会牧遮久，得着咱听惜，望咱奉献较济咧哈。哦，歹势啦吼。今仔日甲咱三甲分享的2位的圣经，哦，咱咧看旧约的圣经怎样咧好款待，迄个伫圣殿的内面咧服侍的人。讲利未人，哦，利未人讲，有个所在，咱若去读吼，利未记还是民数记，咱若去读，有个记25岁开始服侍到50岁，有个是记30岁到50岁。咱有当时会讲，10几岁啊，吼，身躯当用当好用啊，毋过吼，可能较无遐稳重。所以无互因服侍，哦，讲25岁到50岁，25年。有个所在咱今仔去所读的是30岁到50岁，50岁就退休啊啦，哦，退休有受照顾无？有啦，同款爱安尼照顾啦，哦，咱若好好去读，哦，歹势啦，读圣经的时吼，初信的人吼，我拢会教伊讲。你若对创世纪读吼，读到出埃及记25章吼，你搁过就莫读啊，接落约书亚叙述记落吼，因为搁落去吼，你读咧到第什么拢毋知吼，其实迄足重要诶，哦，包括咱是安怎
爱献祭，啊是安怎好款待，啊是安怎咱的，咱也看遐个界面，遐个吩咐，有当时啊，我拢爱安尼讲，上帝管足快的，毋是干那管遐大的海尔啦，包括足悬的山嘛，拢上帝管的，有影上帝管足济。足细的物件嘛管，嘛吩咐，讲这是诫命，你爱好好遵守。讲对利未人，你的确毋通去杀。伫申命记12章的19节，14章的27节到29节，煞咧佫加一句，14章的29节，讲你好款待无去杀利未人，安尼你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事实是安尼，咱看利未族即族是甚物人？雅各的囝的一族啊，雅各12个囝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利未，利未，上帝拣选利未即族的人，讲，咱知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是所有的大囝，包括前生的、头长生的讲的。拢爱归上帝，人咧，人要怎归上帝？讲人你爱用钱去赎出来。讲上帝讲，我拣选利未代替恁所有的大囝，所以利未即族是我的。爱伫圣殿的内面来服侍。咱对利未记对这个民数记，咱会看到即款的记事。利未族的人。咱毋通袂记哩，摩西甲亚伦倒一族的，都是利未族。什物人会当做祭司？亚伦的后裔才会使做祭司。利未族的人负责圣殿所有的代志。当然，了未去圣殿的时，因是负责会幕，定定爱搬来搬去因为上帝的迄个分条甲火条，若进前咧行，你着爱随线、随地咧行，随拆、随光，这拢属于利未族的。利未族有三个利未有3个囝，每一个人负责一部分，搁还讲负责内面所有圣的所在，宽好势才伫遐来光，3个兄弟有诶专门收布棚诶，内外诶布棚，另外是专门收迄个条啊、茶门，拢到位选一个到位，随爱伫遐来定心，伫遐来做，所以迄嘛足辛苦所以到50岁，可能当时诶人是毋是较无遐长岁数，50岁就退休行了伤重，总是因受照顾，怎受照顾？讲你的1/10爱归互利未族，12个支派呢，安尼利未族平均起来有比别个族较友好无？较友好啦，12支派是家己分1/12，利未族是12/12，要安怎算？数学要安怎算？我毋是10分，互我1分尔，是12分拢互我1分，所以是10/12啦，嘛毋是12，这数学可能爱另外算啊啦，不过比咱正常的。1分抵1分较好啦，伊是12/12啦，10/12啦。这互咱知毋若干那安尼，圣殿内面服侍的，迄上咱若去读，讲献祭的物件，你若当然迄个1/10是一定爱归的另外佫你的感恩祭。你的赎罪祭、赎愆祭，你的平安祭，
啊，你的愿意加会奉献，咱注意看，当时若献牛献羊，祭司得着什么？得着腿甲胸坎啦。迄是毋是咱牛肉、羊肉上介好的部分？上介好的部分爱归利未祭司哦，这就是咱旧约的传统哦。所以伫圣殿内面服侍的，恁得到上介大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上好的部分爱归互因。哦，所以咱伫遮伫遐来看见，然后佫讲因50岁了后，就爱退休，恁爱好好伫遐来家安养。伫恁的中间，当时还未进入迦南地，所以惊人讲因进入迦南地时，因无受好款待。咱知影进入迦南地时，吩咐什么？讲恁爱分城互遮个利未人，分几座城？48座的城，城毋是干那土地城的边2000座的周围嘛是属于利未族的人，因为你牛羊什么1/10嘛是爱归因，爱因负责爱饲，时间到遮，另外你要来特别献的，迄是你爱带你的牛、你的羊来献，若照例早起是下昏，是什么节日爱献的，这才利未族雇的遐个羊摕来献，因爱经营遮个，遮爱分互因，42座，我讲48座，其中是6座是迄个刀闪城，伫约旦河的东边花3座，约旦河的西边花3座，所以拢共48座爱互利未人徛起，因为到后来，迄个圣殿是固定啊，固定啊，咱固定了后，咱去看历代志，所罗门起迄个圣殿了后，这利未族的人负责圣殿的内面所有的一切，包括献祭司爱点灯，灯倒位是24小时拢袂使花的，献祭火嘛要保持伊不管是袂使熄的，唱歌嘛是24小时爱学落无煞的，这拢是属于利未族爱去管理的，所以圣殿完成的时，就因安尼分派伫迄个中间，得到以色列人好的款待，交伫一世人，但咱新约今早起所读的，咱新约咱足侪教会有无相像的迄个组织啦，是讲制度，有的教会是属于主教制，有的监督制，有的长老制，咱知影有迄个长老教会，无属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因是长老是牧师啦，因无牧师，敢若有长老，长老咧牧会的，有的教会甚至会甲咱讲，讲初代教会哪有长老有牧师有啥物？初代教会拢嘛，敢若兄弟姊妹。我要讲，有当时我要甲伊问讲，你讲的是当时倒一个初代教会？我讲你若讲上界头前上界大圣，你去看《使徒行传》，我讲你圣经读无熟啦，你去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信主的人哪有叫兄弟姊妹？叫什么？学生啦，中文写什么？门徒啦。迄当阵哪有称兄弟姊妹？
所以讲，阮敢若有兄弟姊妹无牧师、无长老、无执事。使徒行传第6章甲咱讲啥物？有选7个执事啦，负责啥物？管理食食的代志。到23章的时，甲咱保罗头一摆去对外传福音的时，以哥念啦，什物路斯特啦，特比啦，阮若经教会伫伊附近，伊一间一间去建立。应该23章，咱等下才去看吼，使徒行传。伫遐结束的时讲啥物？保罗甲巴拿巴伫迄个中间，逐个城、逐教会甲伊设立长老。所以长老有无？有出来。其实旧约的圣经的内面都有长老啊。摩西后来有设立70个长老，甲伊共同伫遐来统治管理这全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圣经你要讲当时，敢若亲像有个人讲，台湾传统就是中国的。我讲你讲当时，伊讲迄清朝就是啊。我讲清朝以前咧，那上届起升应该是荷兰开始统治啊。荷兰以前哪有人统治？拢嘛台湾人家己徛起尔。所以你哪无讲荷兰，无讲西班牙？用无啦，爱讲较近呢。我讲偌近，讲清朝啦。你若讲较近呢，爱讲日本呢。咱是日本人，我出世是日本公民呢。33年厝的，那当然是日本公民啊。这种讲袂通啦。咱的教会制度嘛是安尼，哪咧形成信的人哪来哪济中间，当然教会需要组织，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咱看讲，伫各教会中间就选立长老，咱注意伫遐来看，敢若执事受选做执事管理食食的代志，讲到爱安怎？有好名声，有圣神充满，阁有智慧的人，有条件的呢。毋是安尼，我看即个较介意，就选迄个，若咱到提摩太的时，咱去看第3章，伫遐甲咱讲，当时有当时长老嘛叫监督，所以咱即马有诶教会用监督制，监督嘛是长老，长老有诶是教士诶长老，就是今仔日类似诶牧师。我阁甲伊讲，有所诶教会当时设立诶，主后50几年啦。你去看有所书第4章，应该11节、12节的所在，讲伊设立诶有啥物？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诶，有牧师。有教师，有无？有牧师无？有啦。这制度就慢慢你教会人济时，就一定需要有这个。咱就是应付这个，伫遐来设立这个。你去看提摩太第3章的时，伫遐来甲你讲做监督、做长老的，迄个资格爱啥物？爱伫人的中间有好的名声，真正虔诚，无贪爱钱财，人品格好，伊的家庭嘛是信主的，执事嘛有安尼规定，这拢毋是随便选的，毋是我感觉什么人甲我较好，我就选伊的，是真正选要来互教会通得到帮助的，所以。到提摩太遐，咱就会当伫遐来读到，讲安尼爱好好款待迄个熬治理的长老。提多书，提多嘛是保罗所竞选的一个少年人，伊嘛咧牧会，所以保罗写批互因的时，拢会交代伊伫教会即个吩咐。
所以甲题目来讲，讲迄个后伫你的长老，咱信徒爱好好啊，伫遐来甲伊尊重、敬重因，听趁因的管理哦。迄个教师的，搁较着加倍敬重伊哦。今日是退休诶牧者诶迄个奉献主日，毋望咱三甲伫遐来关心。虽然因退休啊，不过我要甲咱讲，早期退休诶有诶像我牧40几年有诶人牧超过50年诶嘛有呢因为早期都无讲你几岁都一定爱退休诶所以有诶人到90几岁，迄嘛阮诶牧师呢有影，所以有诶人超过50年诶这个真中咧牧养诶，咱望三甲关心，三甲奉献支持，三甲常常替因祈祷我用安尼甲咱三甲伫遐来分享，歹势啦我较无爱来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伫遮牧会关系，另外一方面我要甲咱讲我足办大写字诶。看咱的周报我写甲遐大篇，我头壳都摸咧烧啊我的工匠是安尼所以较实际啦我较无爱我常常安尼讲，莫甲阮囝讲啊我国校的是无咧写作业的啦。真趣味我的老师就到我遐目睭有看，毋过就全咧行过安尼啦所以足歹势，写字也歹佫足面大写字这是事实，毋通三甲体谅咱来迄个传统会有一份迄个简单的报告，毋望咱伫遐来看咱三甲来祈祷，迄个看了咱才来奉献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施阮的主，你听惜阮，你嘛关心着阮，特别求你施阮帮助阮，互阮对你领受你的恩典甲福气，也互阮用阮的气力、尽力来听你，通将你所交托伫阮的心上，无论是阮做一个一般的信徒，或是阮三甲有份的中级牧者，愿拢三甲同心合意，共同来兴旺你的教会，将荣光归伫你的圣尊名。愿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牧长、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大家对伫退休传教士主日的付出。过去一年中间，阮游园照安尼来努力甲打拼。同款今年，搁一届来拜托各位牧长、主内兄弟姊妹，三甲来关心退休传教士因的生活以及种种因的需要。阮相信。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咱有得到伊满满的恩典。
那么通过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咱正牧长一世人的付出牧养，互咱正羊群得到伊满满的恩典。无论是伫生活、伫灵性的培育方面，因拢尽因一生的气力来诚做咱的利益甲帮助。当因退休的时阵，需要最多的关顾。平安基金会为唤起信徒实际加强对退休传教士夫妇的关怀，以实际捐款来协助其退休生活。平安基金会透过每年12月第3主日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师退休奉献主日，请各宗会、族群区会及教会协助劝募。在这个中间，咱有不断实施爱的和平恶意，来特别关怀安养无者的子女。也有些人爱慕之友，将陷入困境的在职甲退休无者夫妇来专心关顾，特别佮有特别成立急难救助，伫教会内有拄到急难的家庭，也常时会通来关心因。伫圣经路加10章第50讲，将平安带到这个家，带到每一个所在。同款，咱也毋茫通过正牧长兄姐，咱三甲来关心咱这个退休的牧师，互因伫因一生的日子中间，有愿继续得到较好的关顾。过去日子，阮真努力拍拼，是因为大家三甲努力三甲来扶持。我相信伫未来的日子中间，阮有愿要继续做较美好的服侍，而且退休的牧长的成就，愿咱大家继续来支持阮，互阮三甲有份伫这项事工中间。愿耶稣基督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祝福咱平安，多谢。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新信诗610首，新信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以此活命，故此更名。点指世间心未满意，愿外靠你心未安宁，请起你应全受。
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意义，会使用祈祷表达你的感恩。较济，这是咱来报告，伫报告的内心，请咱做伙来读真句2遍。请交伫你教会长老，着加倍尊重伊，遐会着满伫讲道理甲教示的，搁较着安尼提摩太前书5章17节。交伫你教会长老，着加倍尊敬伊，遐会着满伫讲道理甲教示的，搁较着安尼提摩太前书5章17节。欧洲圣经的分单请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同工家己来看。礼拜三的查经基督会是。经文是出埃及记33章，主内是科布斯，司会是许冠成长老。后礼拜的礼拜是圣诞的连下礼拜，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4节，
题目是充满稳定加真理，主题是古牧师周报的第6页，教会消息的报告。啊，今仔日是大讲节的第3主题，阮有点第3期的6集是代表宣告甲喜乐。第2点，本主日感谢陈牧师来遮甲阮请安甲报告，伫遮我代表教会甲牧师说多谢。请大家要关心甲奉献退休传道师。第3点是圣诞节活动的通知。后礼拜是阮教会的圣诞节活动，礼拜六21号是圣诞节庆祝会，伫下晡2点。礼拜22号是圣诞节连下礼拜，请大家爱注意，只有连下礼拜尔。第4点是圣诞节报佳音的活动，若是有要参与的兄弟姊妹，会当伫1楼报名。请注意时间是礼拜2的暗时7点半，伫教会出发。好，第5点，我们请伯恩报告一下少年团契的活动。大家平安。我代表少七来报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中庭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写圣诞卡片。那这是我们制作一些范本，然后邀请大家等一下聚会结束后可以留步，然后到中庭，然后我们一起写我们的卡片。对，那第2个呢是我们要继续邀请大家，就是我们下礼拜在联合礼拜结束后，会在2楼礼拜堂举行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那我们的报名期限有延期到下礼拜6 12月21，就是圣诞庆祝会那天，所以邀请大家可以继续来报名参加，然后来分享这个喜悦。谢谢，以上。好，第6点甲第7点是开会的通知时间的关系，请同工家己来看。第8点是请无领每年春联的家庭会当去1楼领春联。第9点甲第10点，是财务组的通知。因为现在已经年底了，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在12月29号是教会要关账的日期。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要奉献或是要费用请款的话，注意时间。那也请各团契要注意，12月30号之前要将手头的现金都存到银行。那明年的1月5号是减账的日期，然后各团契要准备好。那11点是29号要举行主理学校长、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的团长的设立，请同工来出席。好，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找人弟兄对美国转啊，伊敢若拜日就要转去，咱若有要甲伊叙旧啊是安怎爱把握机会，无后一摆转来可能毋知影当时。好，谢谢。好，这是阮平安礼，请大家会使互相请安。
拢真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你革命，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我喜享受主我名，我喜给人的主听，因为耶稣有赞耶主事听。这是咱来用祝福的诗，诚信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诗能变线，请无事替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之爱，以及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世到的永世大保证。阿免。请坐，列倒。这是礼拜线，愿上帝祝福大家。